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22年，为着好更较侪人认捌台湾文学甲文化，台文馆是甲台师大合作编2篇华语教材，希望会当帮助外国人学华语，嘛对台湾有更较深的熟悉。课本内底咧绍介台湾妈祖信仰，用汉语罗马拼音结合图片，希望会当帮助外国人学华语，熟悉台湾文化。这本台湾文化教材以台湾的传统信仰、海洋文化等等做元素编写，通配合另外一本台湾文学图本做伙读。这是台湾文学馆和台师大国语教学中心合作出版的华语教学教材。台师大表示，2本教材呈现台湾的多样性，也符合华语教学的需求。这个文化的教材主要是重点来介绍台湾的海洋的文化，民主的文化，咱台湾足侪族群合作做伙生活的这种文化。那当时是同款的时阵，伫咱的文学的部分嘛会使来对应，因为在台湾的文学嘛是有海洋的文学，嘛是有自然的文学。台师大表示，这2本教材是12位学者、10位作家做伙编写的，内容包括海洋文学、原住民文学、女性文学等等。台湾文学馆表示，这是因头一届甲台湾文学结合华语教学的专业，做伙来甲台湾文学甲文化推广出去。让这个的学习华语的教材有加上文学跟文化的厚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它借由阅读台湾文学跟理解台湾文化的相关的面向，其实它这个对于语言学习的融入会更深，同时它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我们文学里面的内容。台湾文学馆表示，透过2本教材，互有兴趣学习华语的人，会使深入认捌多元的台湾。这款跨领域的合作，唔但对华语学习、文学阅读的推广拢有帮助。台文馆表示，希望这个教材通正做台湾文学和教育的新台湾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